地方消息，台中外埔区有一块农地，最近是一直有怪手甲沙石仔车咧出入。警方甲环保局查落，发现讲是有犯罪集团咧倒废土甲废建材，当场就掠到3只沙石仔车，随间开罚单。若是这后续验落，发现土壤有受到污染，会继续罚。 沙石车停伫咧大安溪南平宝华道路边啊，准备将车顶的废土载到附近的农地倒，结果去互民众发现报案。台中警方马上启动快打部队拦查，司机一开始无爱落车，原经是直接卡车窗。来下车一下，下车一下来。 警方调查，黄姓犯嫌7月中以假做原价财政为由，逐个月5万块向不知情的张姓农民租外埔报纸单一位大约4分地的农地，申请怪手挖几落的大坑，搁再互大型的沙石仔车将废弃土方、建材废料等杂物倒伫咧坑内底，搁再填土倒去，研判是倒废土集团犯案。7月底，搁再有沙石仔车出现的时阵，警方得到消息拦查3台，当场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啊条例，载运沙石仔土方。 无依规定使用专用车厢，开罚4至8万块；，搁再针对所在废物泄漏废线，或者是气味恶臭，开罚3000至18000块。违规再命处罚，警方依照《招标条例》第29条之1项及第30条1项第2款，依法裁罚。违未随车执有证明文件，本局以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9条第1项为定，告发处分。 经概算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。环保局是表示，不明土石方土壤已经采样送验，若是污染超标的，移送法办。另外，载运车辆无提供剩余土石方来源证明文件，已经以违反废清法告发，会使出6至30万的罚款。警方会持续来追查幕后主嫌到案。记者台中报道。